主后2024年10月24日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伟大的奥秘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33章第19到26节。耶利米搁互人关伫监狱的时，上主第二遍对伊讲话。迄位创造大地，互伊成形，互伊坚固的上主安尼讲：你求我，我就应你，要将你毋知伟大奥秘的事指示你。针对城内遐个为着要阻挡对敌做土堆、用刀剑攻城所拆毁的厝，甲犹大君王的宫殿，我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甲巴比伦人交战的时，因要将我伫愤怒甲大受气中杀死的人的身尸堆满遮个厝，因为恁罪恶贯满，我已经放杀即个城。毋久，我要互即个城复原，要医治城内的人，互因的空喙、生肉、隔皮，互因充分享受和平安全。我要甲受领的犹大人甲以色列人带倒来，重建因的家园。我要甲因得罪我的罪洗清去，搁赦免因所有背叛我的罪。因为我的缘故，这个城伫地上万国中会得到欢喜、颂赞甲尊荣，为着安尼来出名。列国要因为听到我赐予即个城的人欢迎甲福气，拢行为我。上主安尼讲：恁拢讲即块土地是荒芜、无人住、无精生的地，毋过趴远、无人住、无人影、无精生的犹大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，会阁听到欢喜快乐的声、婚宴喜庆的声，阁听到人带祭物来到上主的圣殿，感谢的声，讲：着感谢上主万军的统帅，因为上主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我要带因对受掠的地倒来，互因恢复早前的盛况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即个趴远、无人影、无精生的所在，遐所有的城镇，会阁有牧者的草场，互羊倒伫遐休困。山地、山坡、尼吉夫、便雅悯地区、耶路撒冷周围，以及犹大的城镇，会阁有人点算对因手下经过的羊群。上主安尼宣布：上主讲，时日得要到，我对以色列人甲犹大人应允的祝福，拢要实现。伫遐个时日，我要互大笔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，伊要伫即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，因为伊的执政，犹大要得到解救，耶路撒冷会当安居乐业，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。因为上主安尼讲，大笔的后代继续会有人统治以色列。利未之祖一定会有祭司继续献烧化祭甲素祭，烧祭物服侍我，办理献祭的事。上主对耶利米讲：我上主安尼讲，恁若会当废除我甲日时、年时定的约，互因无照所定的时间运转，
才会当甲我甲我诶仆人代笔立诶约宣告无效，互伊无后代坐王位，嘛才会当甲我甲服侍我诶利未人祭司所立诶约宣告无效。我要互我诶仆人代笔诶后代甲服侍我诶利未人加添，亲像天顶诶星袂算得，亲像海边诶沙袂量得。上主阁对耶利米讲：这人民讲，上主所竞选两个族，伊拢甲因放杀啊！你有听到无？因安尼讲是看轻我诶子民，无搁甲因看做一个国家。我上主安尼宣布：我若无甲日时、年时定约，无甲天地定律，我才会甲雅各甲我诶仆人代笔诶子孙气杀，无要对代笔诶子孙选立人统治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诶后代。我要任命因，互遐个流放诶人倒转来。伟大诶奥秘。当人面对患难诶时，总是会想尽办法克服，但是人是脆弱诶，真学得靠家己一己之力翻转。该知，咱所信诶上帝是慈爱诶主。当咱身陷困境求叫伊诶时，伊的确帮助咱，用伊诶话语安慰咱。犹大王西底家统治耶路撒冷共11年，伊做上主看做邪恶诶事，引起上主诶受气。伫伊做王第9年诶10月10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城，犹大人民受围困诶日子，城内饥荒严重，人民无粮食，生活凄惨。最后，城受攻破，西底家王诶目睭受捂，甚至受掠到伫巴比伦。耶利米虽然踮伫监狱，还不断祈祷，伊伫危难中呼求上主，上主对伊讲：你求我，我就应你。要将你毋知伟大奥秘诶事指示你。伫教会牧养遮尔侪年，我常常在思考，什么是福音？咱日子要来伫教会，渴望什么呢？我要传递什么款诶生命信息呢？现代人无树食青，要安怎感受动荡中诶不安心情呢？对台湾教会来讲，什么是伟大搁奥秘诶事呢？今仔日诶经文，互我想到乌俄战争下诶无辜人民，也想到以哈战争带来诶伤害。遐个苦难中诶人，伫时才会当重建家园咧。先知耶利米伫狱中看到希望，就是上主对生命诶重新建造，互苦难诶生命带来拯救诶盼望。我想，这拄好是今仔日经文诶主要内容。身在狱中诶耶利米不断呼求上主，上主也互伊讲出盼望诶话语。经文中耶利米一遍讲到上主安尼讲：伊要互伊诶子民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；伊要赦免因，耶路撒冷要重新繁荣等等。对面临灭族危机诶人来讲，重新建造生命是一件偌尔大诶奥秘啊！咱通讲，本种是希望诶信息，
因为上主要搁载诚侪以色列人的主。上主讲，伊要互耶利米明白一个伟大的奥秘。这奥秘是甚物呢？我伫读圣经的时体悟到，对旧约到新约有一条奥秘的路径，贯穿伫摩西五经、历史书册、智慧文学、先知册、福音书和启示文学中间，就是对上主的竞选、呼召、应允、拯救，直到一切应验。这伟大的奥秘安然扣掉以色列的历史。以色列人毋知家己犯罪，远离上主的心意，互伊极其忧伤。上主甚至透过先知以西结呼吁因：以色列人啊，恁着悔改活倒转，离开邪恶的行为，恁哪要找死咧？这互咱目睭拍开，看见上主是怜悯人的主。现今，上主也要透过你我传递伊伟大的奥秘，互困苦中的人得到安慰甲鼓励。默想：当我绝望的时，有向上主祈祷无？爱持续听候，直到伊回应。当我伫绝望的时，有向上主祈祷无？爱持续听候，直到伊回应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上主啊，帮助我认捌你是满有慈爱甲怜悯的主，互我伫生活中实践你的话语。愿你透过我的代祷甲关心，互人看见你伟大的奥秘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